若法不受，则不可得；以不可得，故无取无舍，无作无行，无性相，顺于灭相，是谓入不二法门。善宿菩萨曰：是动是念为二，不动则无念，无念则无分别。通达此者，是谓入不二法门。善言菩萨曰：一相无相为二，若知一相即是无相，亦不取无相。入于行等，是谓入不二法门。妙地菩萨曰：菩萨心生闻心为二，观心相空如幻化者，无菩萨心无生闻心，是谓入不二法门。菩萨菩萨曰：善不善为？狮子菩萨曰：对福为二，若达罪性，则与福无异。以金刚会绝了此相，无复无结者，是谓入不二法门。狮子亦菩萨曰：有漏无漏为二，是谓入不二法门。净解菩萨曰：有为无为为二，若离一切数，则心如虚空，以清净慧无所爱者，是谓入不二法门。那罗延菩萨曰：世间出世间为二，世间性空，即是出世间，于其中不入不出，不异不散，是谓入不二法门。善意菩萨曰：生死灭为二，若见生死性，则无生死，无复无解，不生不灭。现见菩萨曰：信不信为二，法若究竟，信若不信，皆是无信相。无信相即是空，空则无有信不信相。如
是入者，是未入不二法门。徒手菩萨曰：我无我为二，我尚不可得，非我可得。见我实性者，不复起二，是未入不二法门。殿天菩萨曰：名无名为二，无名实性即是名，名亦不可取，离一切数，于其中平等无二者，是未入不二法门。喜见菩萨曰：色色空为二，色即是空，非色灭空，色性自空。如是受想行识时空为二，实即是空，非实灭空，实性自空。于其中而通达者，是未入不二法门。名相菩萨曰：四种义空中义为二，四种性即是空中性，如前即后即空故，中即义空。若能如是知诸众性者，是未入不二法门。妙义菩萨曰：眼色为二，若知眼性，于色不贪不退不痴，是名寂灭。如是耳生鼻香舌味身处一法为二，若知一性，于法不贪不退不痴，是名寂灭。安住其中，是未入不二法门。无尽意菩萨曰：不知回向一切是为二，不知性，即是回向一切是性。如是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，回向一切是为二，智慧性即是回向一切是性，于其中入一相者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真慧菩萨曰：是空是无相是无作为二，空即无相，无相即无作。
众为二，佛即是法，法即是众，是三宝皆无为相，与虚空等一切法义耳。能随此行者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心无碍，菩萨曰：身灭为二，身即是身灭，所以者何？见身实相者，不体见身即见灭身，身与灭身无二无分别，于其中不经不去者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上善菩萨曰：身口意善为二，是三业皆无作相。身无作相，即口无作相；口无作相，即意无作相。是三业无作相，即一切法无作相。能如是随无作会者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福田菩萨曰：福行罪行不动行为二，三行实性即是空，空则无福行，无罪行，无不动行。于此三行而不起者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华严菩萨曰：从我起二为二，见我实相者，不起二法。若不住二法，则无有实，无所实者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得常菩萨曰：有所得相为二，若无所得，则无取舍。无取舍者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月上菩萨曰：暗与明为二，无暗无明，则无有二。所以者何？如入灭受想定，无暗无明，一切法相依复如是，于其中平等入者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宝应手菩萨曰：乐灭不乐世间为二，若不乐灭不厌世间，
则无有二，所以者何？若有父，则有解；若本无父，其谁求解？无父无解，则无恶厌。是谓入不二法门。诸顶王菩萨曰：正道邪道为二，助正道者则不分别是邪是正，离此二者，是谓入不二法门。乐时菩萨曰：实不实为二，实见者尚不见实，何况非实？所以者何？非肉眼所见，慧眼乃能见，而此慧眼无见无不见，是谓入不二法门。如是诸菩萨各个说以问文殊之力，何等是菩萨入不二法门？文殊之力曰：如我译者，于一切法无言无说，无事无实，离诸问答，是谓入不二法门。于是文殊之力问为摩诘，我等各自说以，仁者当说，何等是菩萨入不二法门？实为摩诘默然无言。文殊师利叹曰：善哉，善哉！乃是无有文字语言，是真入不二法门。说是入不二法门品时，于此众中5000菩萨皆入不二法门，得无生法忍，相继佛品第10，于是舍利弗心念，日时欲至，此诸菩萨当于何时？实为摩诘师其意而语言。佛说八解脱，仁者受行，岂杂欲时而闻法乎？若欲时者，且在须臾，当令汝得未曾有时，实为摩诘即入三昧，以神通力示诸大众，上方界
沙佛土，有国民众香，佛号香积。今现在其国香气，比于十方诸佛世界人天之香，最为第一。彼土无有声闻辟之佛名，唯有清净大菩萨众。佛为说法，其界以影相地，愿缘菩萨方共作时，有诸天子，皆号相言。悉发阿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供养彼佛及诸菩萨，此诸大众莫不目见，实为摩诘问众菩萨言：诸人者，谁能知彼佛梵？以文殊之力为神力故，贤皆默然。为摩诘言：人死大众，无乃可是。文殊师利曰：如佛所言，勿轻未学。于是为摩诘不起于坐，居众会前，化作菩萨，相好光明，威德殊胜，必于众会，而告之曰：汝往上方切分，度如42河沙佛土，有国民众香，汝往到彼，如我辞曰：为摩诘稽首世尊足下，智性无量，问讯起居，少病少恼，气力安步，愿得世尊所识之语，当于娑婆世界施作佛事，令此恶小法者得弘大道，亦使如来名声普闻，实化菩萨集于会前，生于上方，举众皆见其去，道众相借，离彼佛足，又闻其言：为摩诘稽首世尊足下，智性无量，问讯起居，少病，使此恶小法者
是变化浮躁，叹未曾有，心此上人从何所来？娑婆世界未在何取？云何名为乐小法者？即以问佛，佛告师曰：下方度如42河沙佛土，有世界名娑婆，佛号释迦牟尼。今现在于五浊恶世为乐小法众生，敷衍道教，彼有菩萨，名为摩羯，著不可思议解脱，为诸菩萨说法，故显化来，称扬我名，并赞此土，令彼菩萨增益功德。彼菩萨言：其人何如？乃作是化，得力无畏，神足若斯。佛言：甚大，一切十方皆显化往，施作佛事，饶益众生。于是相继如来，以众香钵，盛满香饭，与化菩萨，使彼900万菩萨去发声言：我欲一娑婆，并欲现为摩羯等诸菩萨众。佛言：可往，摄汝身香，无令彼诸众生起破的心，又当舍汝本形，勿使彼国求菩萨者，而自彼使，又汝于彼莫怀轻贱，而作爱想，所以者何？十方国土皆如虚空，又诸佛为欲化诸乐小法者，不信现其清净土耳。实化菩萨，既受钵饭，于彼900万菩萨去，成佛威神，即为摩羯力，于彼世界忽然无现，须臾之间，至
为摩诘舍，是为摩诘，其画作900万狮子之作，言好如前。诸菩萨皆坐其上，是化菩萨以满钵香饭与为摩诘饭香普提耶离城，及3000大千世界，十提耶离婆罗门居士等闻是香气，身意快然，叹未曾有。于是长者主月盖，从84000人来入为摩诘舍，见其室中菩萨甚多，诸狮子坐高广焉好，皆大欢喜。礼众菩萨及大弟子，却住一面，诸个神虚空神及绿色界诸天为摩诘与舍利弗等诸大声闻，仁者可食，如来甘露喂饭，大非所无以现一时之，使不消也。有一声闻念，是饭少，而此大众人人当食。化菩萨曰：勿以声闻小得小智，称扬如来无量福慧，四海有节，此饭无尽，使一切人实衰弱虚拟，乃是一劫，犹不能尽，所以者何？无尽界定智慧解脱之见，功德具足者所识之余，终不可尽。于是钵饭悉饱众会，犹故不尽。其诸菩萨声闻天人，食此饭者，身安快乐，譬如一切乐庄严佛诸菩萨也。又诸毛孔皆出妙香，亦如众香国土，诸树之香，尔时为摩诘问众香菩萨：香积如来以何说法？彼菩萨曰：我土如来无闻自说，
菩萨个个坐香树下，闻思妙香，其获一切得常三昧，得是三昧者，菩萨所有功德，皆悉具足。彼诸菩萨问维摩诘：今世尊释迦牟尼以何说法？维摩诘言：此普众生刚强难化，故佛为说刚强之语，以调伏之。言是地狱，是畜生，是恶鬼，是诸难处，是于人生处，是身邪行，是身邪行报，是口邪行，是口邪行报，是意邪行，是意邪行报，是杀生，是杀生报，是不允许，是不允许报，是邪淫，是邪淫报，是妄语，是妄语报，是两舌，是两舌报，是恶口，是恶口报，是无义语，是无义语报，是贪急，是贪急报，是恼，是恼报，是邪见，是邪见报，是天令，是天令报，是毁戒，是毁戒报，是会，是会报，是懈怠，是懈怠报，是乱意，是乱意报，是愚痴，是愚痴报，是邪戒，是持戒，是犯戒，是应作，是不应作，是障碍，是无障碍，是得罪，是离罪，是净，是垢，是有漏，是无漏，是邪道，是正道，是有为，是无为，是
间是孽，以难化之人，心如猿猴，故以若干种法治愈其心，乃可调伏。譬如相马，乃至彻骨，然后调伏。如是刚强难化众生，故以一切苦切之言，乃可入律。彼诸菩萨闻说是已，皆曰：未曾有也。如是尊释迦牟尼佛，引其无量自在之力，乃以贫所乐法度脱众生。斯诸菩萨亦能劳天，以无量大悲生是佛土，为摩诘言：此土菩萨于诸众生大悲坚固，诚如所言，于彼国百千劫行，所以者何？此娑婆世界有十世善法，诸于净土之所无有，何等为实？以不施设贫穷，以境界设毁尽，以忍辱设慧，以精进设懈怠，以禅定设乱意，以智慧设愚痴，说除难法度八难者，以大乘法度乐小乘者，以诸善根济无德者，常以四摄成就众生，是谓实。彼菩萨曰：菩萨成就其法，于此世界行无创有，生于净土，为摩诘言：菩萨成就八法，于此世界行无创有，生于净土，何等为八？饶益众生而不忘报，待一切众生受诸苦恼，所作功德，尽以施之。等心众生，天下无碍。于诸菩萨，视之如佛。所谓闻经
之不疑，不与声闻而相违背，不及理功，不高己力，而于其中调伏其心，常省己过，不纵敌断，以一心求诸功德，是谓发。法为摩诘文书，施立于大众中，说是法时，百千天人皆发阿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十天菩萨得无生法忍，菩萨行品第11世时，佛说法于罗树园，其特忽然广博言示，一切众会皆作金色。阿难白佛言：世尊，以何因缘有此瑞应？是处忽然广博言示，一切众会皆作金色。佛告阿难：是为摩诘文书施立，与诸大众恭敬围绕，发意欲来，故先为此瑞应。于是为摩诘与文书施立，可共见佛，与诸菩萨理事供养。文书施立言：善哉，行矣！今正是时，为摩诘即以神力，持诸大众并施子作，至于右掌，往诣佛所，道以着地，稽首佛足，又绕七匝，一心合掌，在一面立，其诸菩萨即皆必作，稽首佛足，亦绕七匝，于一面立。诸大弟子示范四天王等，亦皆必作，稽首佛足，在一面立。于是世尊如法慰问诸菩萨已，各令复作，即皆受教，众作已定。佛与舍利弗、汝见菩萨大士，自在神力之所谓乎？唯然，已见
为度所特，尔时阿难白佛言：世尊，今所闻相自悉未有，是为何相？佛告阿难：是彼菩萨毛孔之相。于是舍利弗与阿难言：我等毛孔亦出世相。阿难言：此所从来。曰：是长者为摩诘，从众相国取佛于饭，于舍食者，一切毛孔皆相若此。阿难问为摩诘，是香气入当九如。为摩诘言：是此饭消。曰：此饭九如当消。曰：此饭是礼，是于7日，然后乃消。又阿难，若声闻人未入正位，食此饭者，得入正位，然后乃消。已入正位，食此饭者，得心解脱，然后乃消。若未发大诚意，食此饭者，是发意乃消。已发意，食此饭者，得无生忍，然后乃消。已得无生忍，食此饭者，是一生补处，然后乃消。譬如有药，名曰上味，其有服者，消。此饭如是，灭除一切诸烦恼毒，然后乃消。阿难白佛言：未曾有也。世尊，如此相饭能作佛事？佛言：如是，如是。阿难，或有佛土，以佛光明而作佛事，有以诸菩萨而作佛事，有以佛所化人而作佛事，有以菩提树而作佛事，
饭食而作佛事，有以园林财官而作佛事，有以32乡80随行好而作佛事，有以佛身而作佛事，有以虚空而作佛事，众生应以此原则入律行，有以梦幻影响镜中像水中月热时言，如是等欲而作佛事，有以音声语言无事无实，无作无为而作佛事，如是阿难。诸佛威仪尽止，诸所施为无非佛事。阿难，有此四魔84000诸烦恼门，而诸众生为之疲劳。诸佛即以此法而作佛事，是名入一切诸佛法门。菩萨入此门者，若见一切净好佛土，不以为喜，不贪不高。若见一切不净佛土，不以为忧，不爱不美，但与诸佛生清净心，欢喜恭敬，未曾有也。诸佛如来功德平等，为化众生故，而现佛土不同。阿难，汝见诸佛国土的有若干，而虚空无若干也。如是见诸佛色身有若干耳，其无爱会无若干也。阿难，诸佛色身微香众性界定智慧解脱之见力，无所谓不共之法大慈大悲威仪所行，其寿命说法教化，成就众生，尽佛国土，去诸佛法，悉皆同等。是故名为三藐三佛陀，名为多佛阿伽度，名为佛陀。阿难，若我广说此三趣义，如以接受，不能尽受，
使3000大千世界满中众生，皆如阿难多闻第一，得念总持。此诸人等，以劫之受亦不能受。如是阿难，诸佛阿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无有限量，智慧辩才，不可思议。阿难白佛言：我从今以往，不敢自谓以为多闻。佛告阿难：勿体会意，所以者何？我说汝于声闻中，谓最多闻，非谓菩萨。且是阿难，其有智者，不应现度诸菩萨也。一切海渊，尚可测量。菩萨禅定智慧总持辩才一切功德，不可量也。阿难，汝等舍是菩萨所行，是为摩诘一时所现，于百千劫尽力变化所不能作，尔时众相世界菩萨来者，合掌白佛言：世尊，我等初见此土，生下劣想，今自悔责，舍离世心，所以者何？诸佛方便不可思议，为度众生故，随其所应现佛国义。唯然，世尊，愿赐少法，还于彼土，当念如来。佛告诸菩萨：有尽无尽解脱法门，汝等当学。何谓未尽？谓有为法。何谓无尽？谓无为法。如菩萨者，不尽有为，不住无为。何谓不尽有为？谓不离大慈，不舍大悲，深发一切世心，而不图妄，教化众生，
厌，于是设法常念顺行，护持正法，不惜屈命，种诸善根，无有疲厌，时常安住，方便回向，求法不懈，说法无吝，勤恭诸佛，故入生死而无所谓，于诸荣辱，心无忧戚，不轻畏学，尽学如佛，作烦恼者，令发正念，于远离乐，不以为贵，不得喜乐，庆于彼乐，在诸禅定，如地狱想，于生死中，如圆观相，见得来求者，为善施相，舍诸所有，去一切事相，见毁戒人，起救护想，诸波罗蜜，为父母想，道品之法，为眷属想，发行善根，无有期限，以诸尽国言事之事，成起佛土，行无限施，具足相好，除一切恶，净身口意，生死无数劫，一而有永，闻佛无量德，视而不倦，以智慧见，破烦恼贼，出因界路，和度众生，永始解脱，以大精进，摧伏魔君，常求无念，实相智慧，行于世间法少欲知足，于出世间求之无厌，而不舍世间法，不坏威仪法，而能随俗，起神通慧，引导众生，得念总持，所闻不忘，善别诸根，断众生疑，以乐说辩，言法无碍，
进时，愿请说法，随喜赞善，得佛音声，身口意善，得佛威仪，身修善法，所行转正，以大成消，成菩萨僧，心无放逸，不施众善，行如此法，是名菩萨不尽有为。何谓菩萨不住无为？为修学空，不以空为正，修学无相无作，不以无相无作为正，修学无体，不以无体为正，观于无常，而不厌善本，观世间苦，而不恶生死，观于无我，而诲人不倦，观于寂灭，而不永灭，观于远离，而身心修善，观无所归，而归去善法，观于无生，而以生法合复一切，观于无漏，而不断诸漏，观无所行，而以行法教化众生，观于空无，而不舍大悲，观正法位，而不随小乘，观诸法虚妄，无劳无人无主无相，本愿未满，而不屈福德禅定智慧，修如此法，是名菩萨不住无为。又去福德故，不住无为；去智慧故，不尽有为；大慈悲故，不住无为；满本愿故，不尽有为；其法要故，不住无为；随受要故，不尽有为；知众生病故，不住无为；灭众生病故，不尽有为；诸正事
是法，皆大欢喜，以众妙华。若干种色，若干种香，散遍3000大千世界，供养于佛彼此经法，并诸菩萨以稽首佛足，叹未曾有言释迦牟尼佛，乃能于此善行方便言语，忽然浮现，还到彼国，见阿门人处以人家人佛品第12时，世尊问为摩诘，汝欲见如来，为以何等观如来乎？为摩诘言：如自观身实相，观佛亦然。我观如来，前弃不来，后弃不去，今则不住，不观色，不观色如，不观色性，不观受想行识，不观实如，不观实性，非四大体，同于虚空，六入无机，眼耳鼻舌身心已过，不在三界，三垢已离，顺三脱门，具足三明，与无明等，不异相，不异相，不自相，不他相，非无相，非取相，不此岸，不彼岸，不众流而化众生，观于寂灭，亦不永灭，可以时时，无慧无明，无明无相，无强无弱，非静非慧，不在方不离方，非有为非无为，无事无说，不知不迁，不戒不犯，不忍不退，不进不怠，不定不乱，不滞不渝，不成不息，不来不去，不出不入，一切言语道断，非佛
非取非舍，非有相，非无相，同真谛等法性，不可称，不可量，过诸称量，非大非小，非见非闻，非觉非知，离众劫富等诸事，同众生于诸法无分别，一切无知，无着无恼，无作无起，无生无灭，无畏无忧，无喜无厌，无着无疑有无当有无心有，不可以一切言说分别显示世尊，如来真谓若此，作如是观，以思观者，名为正观；若他观者，名为邪观。尔时，舍利弗问为摩诘：汝于何美而来生死？为摩诘言：汝所得法，有没生乎？舍利弗言：无没生也。若诸法无没生相，云何问言？汝于何美而来生死？于意云何？譬如幻师，唤作男女，名没生耶？舍利弗言：无没生也。汝岂不闻佛说诸法如幻相乎？答曰：如是。若一切法如幻相者，云何问言？汝于何美而来生死？舍利弗，美者为虚狂法，败坏之相；生者为虚狂法，相续之相。菩萨虽美，不尽善本；虽生，不常诸恶。是时，佛告舍利弗：有国名妙喜，佛号无动，是为摩诘于彼国美。
尊，是人乃能舍清净土，而来乐此多怒害处，为摩诘与舍利弗，于意云何？日光出时，与明何乎？答曰：不也。日光出时，即无众明。为摩诘言：夫日何故行言弗提？答曰：欲以明照，为师徒明。为摩诘言：菩萨如是，虽生不净佛土，生烦恼暗耳。是时大众可仰，欲见妙喜世界无动如来。其提菩萨声闻之众，佛知一切众会所念，告为摩诘言：善男子，为此众会现妙喜国无动如来。其诸菩萨声闻之众，众皆欲见，于是为摩诘心念：吾当不起于作，皆妙喜国，且为山川溪谷江河大海泉源须弥诸山，即日月星宿天龙鬼神梵天等宫，并诸菩萨声闻之众，诚意聚落，男女大小，乃至无动如来。及菩提树，诸妙莲华，能于十方作佛事者，三道宝阶从严，菩提至刀立天，以此宝阶，诸天来下，悉为礼敬无动如来，听受经法，言